主后2023年4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警醒准备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24章19节到25章46节。这个灾难的日子，一个过去，这个变黑暗，月未发光。星会对天顶落落来，天顶的光体拢会摇逝。迄时，人子的兆头会伫天顶出现，地上万族万民拢会啼哭，因会看见人子充满权能甲大阳光，坐天顶的云来临。伊会找伊的天使，分响亮的喇叭，对天的这边到天的迄边。对四方聚集伊的选民，恁着对无花果树学习，记半夜发晓的时，恁就知夏天得要到啦。亲像安尼，恁看到这一切的代志的时，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还未过去。这一切的代志拢会发生，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关系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若定。因为人子的来临，嘛会亲像挪亚的时的情景。大水来以前，到若进入大船迄日，人照常啉食过带，因糊里糊涂拢毋知，大水忽然来，拢甲因冲走。人子的来临嘛会安尼。迄时有两个人伫田里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地。两个妇人人伫下无间底下石磨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地。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。恁着知，即家的主人若在暗时几点贼仔会来，一定会警醒，袂互贼仔野壁空入来厝内。所以，恁嘛着准备便便，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。若是安尼，什么人是忠实搁聪明的奴仆？就是主人交代伊管家内其他的奴仆，照时分食物互因迄个人。伊的主人转来的时，互伊看到有照安尼做，迄个奴仆实在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会派即个奴仆去管理伊拢总的财产。迄个歹的奴仆若心内想讲，我的主人袂遐紧转来，就拍平平做奴仆的，搁甲酒醉的做伙也食也啉。主人会伫伊无按算的日，毋知的时阵转来。主人会严严甲伊处罚，甲伊甲假好的人下做堆。伫遐，因会啼哭家己切齿。天国通譬如做10个14女举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戆的，5个巧的。遐个戆的举灯无另外带油，毋过巧的举灯有另外带几若罐油。新郎口仔到，因煞拢拄久困去。半暝有人大声喊：“新郎来啦，出来迎接！”迄时，遐个14女拢醒起来，收整因的灯。戆的甲巧的讲：“我的灯得要花去啦，恁的油分一寡互阮。”巧的应讲：“油惊无够分互恁，上好恁家己去甲卖油的买。”
因去买时，新郎到位，遐个准备好势，甲伊入去赴婚宴，门就关起来。后来，遐个戆个财首女嘛来讲：先生，先生，请甲我因开门。新郎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我毋捌恁，所以着警醒，因为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恁毋知。天国亲像有一个人要出去外面旅行，叫家己的奴仆来，将财产交代因。依照逐人的财条交金币互因，一个5000，一个2000，一个1000，就出外去。迄个领5000的随时摕去做生意，搁趁5000。相款，迄个领2000的嘛搁趁2000。毋过，迄个领1000的出去，伫涂骹压一个空，甲主人的金币藏起来。过真久，遐个奴仆的主人转来，甲因算数。迄个领5000的行进前，另外摕5000来，讲：头家，你交代我5000的金币，请你看，我有搁趁5000。主人甲伊讲：真好，好搁忠实的奴仆。你既然伫少个有忠实，我要派你管较济，入来甲主人做伙欢喜。领2000的嘛来，讲：头家，你交代我2000的金币，请你看，我有搁趁2000。主人甲伊讲：真好，好搁忠实的奴仆。你既然伫少个有忠实，我要派你管较济，入来甲主人做伙欢喜。这时，迄个领1000的嘛行进前讲：头家，我知你是严罚的人，无业种嘛要受割，无种作嘛要收成。我真惊，则将你的金币摕去藏伫涂骹底，打你的金币行李。主人应讲：歹阁贫惰的奴仆，你既然知我无业种嘛要收割，无种作嘛要收成，你应该着将我的金币寄银行，我转来的时通连本带利收回。金币甲伊摕来，交互有10000金币迄个人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济，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这个无路用诶奴仆，甲伊赶出去外面黑暗诶所在，伫遐伊会啼哭，家己切齿。人子做王带正天使来临诶时，伊会坐伫荣耀诶宝座，地上万民拢会聚集伫伊诶面前，伊会将因分做两边，亲像牧者将绵羊甲山羊分开。甲绵羊安排伫正边，山羊伫倒边。后来，王会甲正边的人讲：来，恁才会受我下爸祝福的，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。因为我枵恁有互我食，我喙焦恁有互我啉，我做出外人，恁有甲我收留。我赤身裸体，恁有互我穿；我破病，恁有甲我照顾；我伫家呢，恁有来探我。迄时，义人会应你讲：主啊，什么时阮看见你枵，有互你食；喙焦有互你啉？什么时阮看见你做出外人，有甲你收留，也是赤身裸体，有互你穿？什么时阮看见你破病，也是伫家呢？阮有去探你。王会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的一个，就是好款待我。后来，王会甲倒边的人讲：
恁遮会受咒诅的人，就离开我，入去为着魔鬼甲伊的使者所准备永远的火焰。因为我枵恁无互我食，我喙焦恁无互我啉。我做出外人，恁无甲我收留；我赤身裸体，恁无互我穿；我破病也是伫假呢，恁无来探我。迄时因嘛应讲：主啊，什么时阮看见你枵、喙焦、做出外人、赤身裸体、破病，也是伫假呢，无甲你照顾？王会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无安尼对待上微细的一个，就是无好款待我。这人会受永远的刑罚，毋过义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警醒准备。人生中有真侪需要等待的时阵，有信任的妈妈等待囡仔平安出世，细囡仔等待紧紧大汉变大人，求学青少年等待赶紧迈入下一个阶段，出社会工作的青年等待经济和生活会通真紧就稳定，中年人等待子女早日成家，通让孙佚佗等等。无共阶段的等待也提醒咱一件代志：咱是活伫时间的中间，毋管安怎，咱的人生拢无法度变较紧，也无法度直接跳人过，需要经历每一个过程。毋管这个过程的时间是长是短，咱总是爱行过这中间。初来教会的信徒也伫等待，因共同等待一件极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耶稣的再临。虽然众人拢伫等待耶稣的再临，却无人知影伊何时会再来。所以，为人用警醒的态度等待耶稣再临，为人散漫度日。马太福音24章29、25章46节，这段的经文中，耶稣的教导主题拢为设置警醒准备。10个小女的譬喻是关系将末的信息，目的是劝告门徒伫耶稣再临以前爱警醒准备。这个譬喻呢，10个小女摕油灯出去迎接新郎，转往时的油灯需要适时添油，通互火焰袂滴到火气。5个愚戆的小女有炸灯，却无准备够额的油；另外5个聪明的小女，毋但有带灯，阁用器具滴满油做准备。25章第5节描述新郎较晚到，因煞拢拄久困去，毋知新郎为着甚物代志耽搁，延迟到位的时间，所以伫漫长的暝时，10个小女等甲困去。伫半暝，新郎忽然来到，这时小女要甲灯火搁再点木光。总是愚戆的小女根本无准备够用的油，只好请聪明的小女分一寡互因。聪明的小女拒绝这个要求，因为因若分割家己的油，恐惊最后10个人拢无够用。5个愚戆的小女只好家己去买油，重新做准备。这互咱看到，原来别人做好的准备，并袂当转让互咱。家己爱做的准备，简单会当家己来。这个譬如
毋是爱咱简单顾家己诶代志，毋免互相合作诶意思。经文要表达诶是，每一个人诶信仰之路，拢需要家己行，无人通代替。等待耶稣诶再临，咱拢需要家己做好准备，无人通代替咱做准备。换一句话讲，咱甲耶稣诶关系需要家己建立，无任何人会当代替咱。就算是咱诶父母、儿女、朋友，拢无法度增添咱诶信。所以，每一个人拢需要为家己诶信仰向上帝负责。伫耶稣再临以前，咱需要亲像遐个聪明诶少女，警醒准备，听候伊会搁再来。伫咱诶生活中，需要时常祈祷、读经、做好事，伫至微细诶人身上，警醒等待耶稣会再来。默想，我安怎警醒准备迎接耶稣会再临？我安怎警醒准备迎接耶稣会再临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引带我每一日来到你面前，活透你的话语，认真遵行你的教示，帮助我用警醒的心等待主的再临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